四面環水嘅就謂之島。不過島唔係一定係孤島喎，有時候都會群居而處。凡有島嘅地方咧，就會有生命嘅繁衍啦。好似我哋一樣咧，我哋住喺香港島上面，都能夠自給自足、自強不息，甚至放眼世界。香港係出晒名嘅石屎森林，大家都知道噶啦。不過只要你花多少少嘅時間，你就可以享受到香港100%嘅大自然。好似呢一度入選漁護署10大勝景之一，印洲塘，幾靚。印洲塘海岸區位處於新界東北部船灣郊野公園嘅東北岸，其中包括吉澳海同埋沙頭角海。因為印洲塘嘅地理位置受附近嘅山區同海島庇護，所以氣溫較其他新界嘅地區溫和，造就各類型植物嘅生長。印洲塘除咗外形有趣，似十足一個皇帝嘅玉璽，只要細心去欣賞同留意，就可以喺印洲塘內揾齊其他嘅文房工具，包括吉澳黃坊山下一個形似筆架嘅小島，一個向西南發展嘅沙咀，係咪好似一支筆呢？岸邊嘅嶙峋石牌，遠望時就正好似十足一台墨硯，而波平如鏡嘅海面就仿如一張平滑嘅紙。最後睇下黃坊山呢一座呈寬錐形嘅小山丘，望落去真係好似一把羅山。呢一度就係有名嘅印洲塘綠寶啦。其實喺呢個現實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咁嘅情況嘅啫，好多㗎啦。係咯，即係我要依靠你，依靠佢，咁啊，然後自己慢慢喺呢個社會上面往上爬。何嘉麗，香港前劍擊運動員，初中開始熱衷體操運動，後嚟因為練習體操而扭傷大腿，所以1986年決定全心投入劍擊運動，並且於多個國際賽事之中屢獲獎牌。搭船嚟印洲塘，沿途會見到好多古靈精怪嘅石頭，只要發揮一下你嘅創作力同埋幻想力，睇起上嚟平平無奇嘅石頭都可以變得千變萬化。你話呢一嚿石似唔似一隻曬緊太陽嘅烏龜呢？紅石門係通往印洲塘嘅南門，顧名思義，呢一度嘅岩石都係紅色嘅，而因為水道窄得似一個門口，所以稱之為紅石門。一嚟啊，其實咧，我哋香港咧可以好多地方，你都可以經歷下啲地質上面有趣嘅知識嘅，親身經歷片段。好似呢度咁啊，你有冇見到啲岩石紅色嘅，紅到咁紅卜卜嘅？講真，我真係好少見啲岩石咧係咁嘅色嘅喎。係咧，個感覺點啊？我覺得啊，就咁望埋去咧都唔使行近啊！我覺得已經好熱辣辣啦。熱辣辣啊，係嘛？即係其實講得啱啊，因為咧呢啲岩石形成嘅時候咧，真係好熱辣辣嘅。嗱，佢基本上咧就係沙石啦、粉石咧，同埋一啲叫做礫石，咁啊形成呢啲岩石。但係形成嘅時候咧，佢溫度好高、好高、好高，咁啊高到咧就即係嗰啲沉積岩裏邊嗰啲鐵質咧，嗰啲含鐵嘅礦物質咧就會氧化得好快，高速咁氧化，咁啊成為咗咧就氧化鐵。咁啲氧化鐵咧就係聚積咗喺呢啲岩石度，所以而家呢啲岩石全部都係紅色嘅，好似你塊面一樣啊！太陽好勁啊！離開紅石門，大約經過30分鐘左右嘅船程，就嚟到荔枝窩。其實荔枝窩係相等於印洲塘嘅基地，因為附近嘅鎖羅盆、三丫村、梅子林、蝦塘、小灘同埋牛池湖嘅村民，無論喜慶祭祀，抑或商討大事，都會嚟到廟前呢一塊空地進行。而我哋嘅第一站就係荔枝窩著名嘅慶春約。嗱，呢一度咧就係小型學校。咁呢條村咧，其實喺半個世紀之前咧，就住咗差唔多有1000幾人。淨係呢間小型學校咧，已經有200幾個學生
算多定算少啦？你以前教書你實知㗎。喂，200幾個學生，其實而家嚟講咧1級嘅啫喎，咁啊梗係少啦。係喎，得幾班嘅。不過你嗰啲屋村嗰啲學校咧，講緊我哋嗰啲屋村住幾廿萬人嘅。不過呢度一條村喺半個世紀之前好多人㗎啦，200幾人啊！哇，唔使殺校㗎啦。係咪？印洲塘附近都係典型嘅客家村，呢一度一如其他舊式圍村咁，充滿人情味。喺幾百年前，7條村嘅村民為咗維繫宗族情誼，就成立咗一個以10年為一聚嘅期會，並定名為慶春7約。咁其實就據我知道咧，喺幾百年前已經即係話7條村咧就即係結盟啦咁樣，即係話因為咧結盟有個好處。即係對我嚟講咧，就可以應付到好多問題啦。譬如如果有嗰啲海賊啊，即係或者襲擊我哋咧，咁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同埋幫忙咯，咁樣。隨住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導致印洲塘一帶嘅農村迅速衰落，人口往外移，棄田雜草叢生。結果經過20多年嘅遺棄同埋慢生，呢一度意外地衍生出次生熱帶雨林。雖然呢一度嘅動植物品種比唔上原始嘅熱帶雨林咁多樣化，但係論到叢林嘅密度，就比真正嘅熱帶雨林不遑多讓。嘉麗，你第一次嚟一啲咁古老嘅村落，有啲咩感覺？我覺得啊，呢度俾我感覺咧，佢好荒蕪啊，即係唔似有人喺度再喺度住啊咁。係啊，即係可能即係睇書嘅時候，淨覺得荔枝窩可能係哇好多人住啊，好似喺電影裏邊咁。咁但係其實咧200年前就係，因為呢度咧係即係香港一個典型嘅客家圍村啊。咁你諗下，聽個名嘅圍村，哇喺圍城裏邊係好熱鬧嘅，真係好熱鬧嘅佢以前。不過而家又好似香港大部分嘅村落一樣啦，啲人都已經遷晒出去，因為要揾食啦。咁同埋甚至有啲咧即係移民海外啊，咁間中先翻下嚟祭祀即係祖宗啊，咁都有。所以而家落入到嚟咧，真係有少少憑吊嘅感覺，有啲荒涼嘅感覺啦。印洲塘咧，其實就周圍咧就有10幾條鄉村嘅，咁荔枝窩係其中之一，而且係比較大啲咯，咁戶數係比較多。咁據我所知咧，喺400年前咧就有一個明朝嘅都頭姓黃嘅，就即係入籍咗嚟呢個荔枝窩呢度。咁然之後因為佢即係需要伴啦，咁樣就邀請姓曾嘅一齊喺呢度居住落嚟咁樣。其實我自己咧細個係喺啲屋村長大嘅，咁媽咪都管得好嚴嘅。嗰陣時咧成日都韞住喺屋企啊，唔俾出街，驚即係話群埋啲人群壞啊咁樣嘅。咁所以咧你話即係細細個咧係冇乜機會參加啲即係課外嘅活動啊咁樣。就係因為何媽媽管教嚴厲，所以何嘉麗唯有藉住參加唔同嘅運動嚟到擴闊生活圈子，慢慢更加對運動產生出真正嘅興趣。當日嗰個情景就喺學校嘅班房裏邊咧，佢 list 咗好多唔同嘅運動項目喺度。咁其實我最初咧我係揀玩獨木舟嘅，咁因為玩獨木舟咧有一大群同學即係一齊去玩啊咁樣。咁而當我再望多次黑板上面嗰啲各樣嘅體育項目之後咧，咁我就望到劍擊呢個字啦。咁而嗰一剎那突然間就有個印象，就係我諗翻起84年嗰屆咧，我睇電視睇到咧，中國有個女劍手叫欒菊傑啦，係贏咗嗰屆嘅奧運會嘅，攞咗面金牌。咁啊好型，我感覺就覺得呢個運動好型好型，咁所以好想了解呢個運動點玩咯。嘉麗喺偶然嘅機會下愛上運動，而曾經印洲塘亦都遍地梯田，生活非常豐裕。雖然如今風光不再，但係就因為咁樣而衍生出次生代雨林。小心，我哋而家身陷險境啊！你睇下我哋係咪似喺《倩女幽魂》裏邊嗰個佈局啊？好似咧樹妖已經出嚟，你睇下周圍，哇！喺即係中環交錯咁樣，佢哋好多真係好多樹啦，好似啲蟒蛇咁樣周圍纏繞住，我哋走唔甩㗎啦。喂 Albert， 你唔好嚇人先得㗎，我反而覺得呢度咧好特別喎，因為呢啲咧樹佢所即係交織出嚟嘅個圖案咧好特別嘅喎，好特別啊！唔同嘅形狀都揾到啊！呢個即係樹林咧，就幾百年前都已經有㗎啦。咁
咁咧就點解啲樹生得咁粗壯咧？據我所知，啲老人家咁講啊，就話以前啲死雞死豬嗰啲咧，都係掉喺呢度嘅。咁甚至啲 BB 仔夭折嗰啲咧，都可能會掉落入邊咁樣。咁就係呢個原因，可能會唔會因為多咗好多肥料咧，令到啲魚藤咁粗壯咁樣？其實魚藤係攀獸科植物，多數同海邊紅樹夾雜咁生長。佢嘅樹汁含有一種叫做魚藤酮嘅物質。以前嘅村民將魚藤用錘打碎，加水混和，然後放喺有魚出沒嘅河口，就可以將魚麻醉，令到啲魚浮喺水面，方便網捕，充分表現出生活智慧。但係因為魚藤近年已經被列為受保護植物，所以就算幾有用都好，都唔可以破壞㗎。睇翻呢一棵樹，我諗起我哋打劍啊！咁其實咧，我哋隊友同隊友之間咧，咁啊成日都互相即係競爭啊！即係睇落去都好似即係大家唔係你生就我死咁樣樣。其實以前咧都比較少機會出嚟呢啲即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啦。係啊，下 part 翻嚟繼續香港10大自然勝景。荔枝窩除咗有罕有嘅白花魚藤森林，呢一度仲有好多千奇百怪而又有研究價值嘅植物。大家想唔想象到平時落地生根嘅榕樹，竟然會從天而降？呢一棵霸道嘅榕樹，仲一直攀附喺一棵秋楓樹上邊生長，吸取佢嘅養分。以大自然生態角度嚟講，呢一種情況就叫做絞殺。原本咧呢棵樹咧，呢棵大樹咧係秋楓樹，好大棵噶啦，應該直徑成即係2米闊嘅。咁但係咧，竟然咧有一次，因為可能有隻雀仔啦嚇，咁就食咗一啲榕樹嘅種子，咁然後咧就飛上去呢一棵秋楓樹嘅樹頂或者係樹丫嗰度咧，就便溺。咁咧就遺下呢一啲榕樹嘅種子，但係啲榕樹真係生命力非常之強，竟然喺個樹丫上邊開始生長。佢一棵小嘅榕樹，可以好多年前啦。咁逐漸咧，你知榕樹咧佢特色咧就係一種叫氣根嘅嘢。咁平時咧就好幼嘅，隨風飄揚嘅。咁但係當佢哋咧開始慢慢咧，大家可以都接觸到嘅時候，同埋咧接觸到地面咧，佢就會掹住個地面插入去泥土裏邊，然後兩支氣根咧就會形成一體，越長就越粗，形成咗而家呢一個網狀嘅即係氣根嘅榕樹咧，就係包圍住係啦，好似咧即係一個人纏住另外一個人咁樣。但係有咩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唔需要再自己做一個好粗壯嘅氣，即係一個樹幹啦。佢直情咧就依附住呢一棵秋楓咧而生長。除咗大自然世界弱肉強食，人嘅世界都一樣係你爭我奪。其實無論係做人抑或做運動，都係無時無刻進行緊一場場嘅競賽。睇翻呢一棵樹，我諗起我哋打劍啊！咁其實咧，我哋隊友同隊友之間咧，咁啊成日都互相即係競爭啊！即係睇落去都好似即係大家唔係你生就我死咁樣樣係啦。雖然大自然世界猶如人嘅世界般殘酷現實，但係當中亦有唔少自強不息，仲遇上風風雨雨，仍然不屈不撓、茁壯地繼續生存嘅例子。本來咧已經係應該係枯死咗啦，即係話唔可以再生存。不過有時咧大自然好得意嘅，好似呢啲樹咁樣咧，佢就係唔認輸，死都唔肯。咁於是乎咧，去到呢度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咧喺一個枝幹嗰度一路生上去，重生，一路上到頂嗰度咧就開始散葉，然後吸取陽光，令到呢一棵樹咧經過咗100幾年咧，依然都係生長。雖然唔係好似嗰啲大樹參天咁樣啦，係打橫瞓喺度，但係咧依然都係擁有嗰種生命力。即係話喺社會上面，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好堅毅嘅人，雖然咧係跌低咗，唔緊要，原地爬起，再次保持自己嘅生命力，保持自己嘅意志，一定好似呢棵樹咁樣。2001年，嘉麗就因為左膝韌帶斷裂，嚴重影響喺第2年舉行嘅釜山亞運會備戰。嘉麗仲一度打算放棄，但係後嚟因為丈夫講咗一句：你真係跛咗，我就養你。所以嘉麗就決定恢復備戰，最後仲喺團體賽之中奪得銅牌，為佢嘅運動員生涯畫上完美嘅句號。
打劍需唔需要隨機應變？哦，當然需要啦，因為其實我哋嗰個運動咧係。你估唔到對手做咩㗎？咁你係要睇住個情況，咦對手出呢一樣嘢，你點樣去應付佢咧？係真係要成日執生咯。哦，係，同埋你好似頭先話齋，你個反應要快咯。見到個時機要做呢一樣嘢，咁你就唔可以遲。你稍遲嘅話，嗰個機會冇咗嘅話，咁咪恨悔難返。哇！我諗你真係對於隨機應變呢4個字咧，就真係可以好了解，而且你真係可以做得到添啊！唔怪得你成為即係香港即係1級嘅劍手。印洲塘除咗地形似足皇帝嘅玉璽之外，呢一個地方本身都同皇帝有些少淵源，而且仲周不時吸引到唔少大人物專程嚟觀光旅遊。果然不負上有蘇杭，下有印塘嘅美名。香港咧，以前好多位港督咧都好經常喺度游水喎，即係車個遊船喺呢度啦。咁仲咁啱咧，英國嘅皇帝即係英女王啦，佢咪嚟香港訪問嘅，直情咧就將佢嗰架即係御用嘅遊艇咧停喺呢一度出邊，印洲塘呢度出邊，咁享受下呢度呢啲即係清水啊、細沙啊呢啲好靚嘅海灘啦。咁啊，所以印洲塘呢個名咧都幾啱，好靚啊，同埋我覺得個名改得好浪漫，好貼切啊。係啊。嘉麗無論喺興趣同工作，都係建築喺運動場上。就好似一個永遠都離唔開運動場嘅人，甚至連愛情都係同運動有關聯。1995年，嘉麗更加與中學時代邂逅嘅前跨欄運動員林威強結婚，幾乎所有人生最重要嘅階段都係喺運動場上經歷。其實以前咧都比較少機會出嚟呢啲即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因為以前如果放假的話咧，即係講真，我寧願瞓下覺。係點解啊？你唔係運動員嚟啫嘛？因為平時都比較即係多時間訓練啦，都幾攰嘅，係日日都要咁練習，咁啊所以有時間嘅話，盡量爭取多啲時間休息啊。咁所以星期六日嘅話都懶出嚟啊，咁就瞓覺。咁但係好開心我今日嚟到呢一度，即係譬如話頭先當我去到荔枝莊嗰度嘅時候咧。哇！一嚟到咧就聞到啲海水味啊，咁又聞到一啲香蕉嘅味道，呢啲味道都久違咗好耐。咁啊，再加上即係平時即係譬如話成日喺啲有冷氣地方裏邊啦，咁嚟到呢度啊吹住海風啊，其實都好舒服嘅。我今次為印洲塘寫咗一首歌啦，叫做《印洲塘之歌》，好開心，因為我以前嚟過印洲塘，但係今次再嚟咧，覺得我先前寫呢隻歌咧好吻合我嗰種感覺。我特別咧就啱啱寫第一句同第二句咧，我覺得就可以形容印洲塘就最貼切啦。綠色山島與碧海相扣，完美細緻的邂逅。因為印洲塘俾我個就係咁嘅感覺，而且咧嗰隻歌咧嗰個成個嘅感覺咧係好祥和、好平靜嘅，所以我寫成隻歌嗰種感覺就好似印洲塘個海面一樣。我最中意印洲塘個海啊，因為佢海咧唔係波濤洶湧，唔係驚濤拍岸，而係咧好平靜、好安逸，冇乜浪濤嘅。咁所以咧變咗喺個船上邊咧經過嘅時候，或者喺海灘望去海邊咧，都覺得有一種真係好舒暢，真係爭啲想喺海邊想瞓着覺一樣。綠色山島與碧海相扣，完美細緻的邂逅，靜悄悄石灘，從沒見盡頭，但見最遠大最無求，樹影穿梭近山青水秀，奉獻美意請接受，踏上了遠山，如夢裏尋求，純樸又帶點清秀，隨便去趟，讓細沙將抑壓釋放，獨擁朗日何妨流了汗，無盡遠灘，復見曲折遠岸，我頓覺懷裏更寬廣，歷經滄桑
以深刻交往，共對每趟風與浪，像自有人就堂永在旁，情處又帶點開朗。印洲塘俾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反而唔係一啲乜嘢令到我好大驚喜嘅嘢，而係反正啱啱咧就係印洲塘嘅平靜。因為我成日都有個少少嘅恐懼咧，就係話香港好多嘅野外嘅地方咧，越接近市區嘅，甚至去到大嶼山咧，都可能受威脅，因為可能要發展啊，要起屋啦、起工廠啊等等。咁所以咧變咗可能會慢慢被吞噬嘅。咁但係印洲塘可能偏遠啲啦，喺即係香港嘅東北面啦，越遠就越好，因為咧好似我哋香港嘅後花園一樣。又到咗香港10大自然勝景有獎問答遊戲，而今集嘅問題係印洲塘一帶嘅海域喺邊一年被政府劃定為海岸公園呢？ A. 1996年 B. 1997年 C. 1998年。知道答案嘅觀眾可以將答案連同個人資料寄嚟以下嘅地址。信封面記得註明係香港10大自然勝景節目收，答中而有被抽中嘅觀眾可以獲得香港10大勝景自然之歌圖書以及 CD 一隻。得獎名單將會於下午摸摸茶以及亞洲電視網站公布。遠離人煙嘅大浪西灣，因為得票最高而成為香港10大勝景第一位。最靚嘅嘢原來往往都係近在咫尺。好奇怪地碰到而家呢個男朋友咧，係你根本冇諗過任何嘢，似乎係近磅啲係真係佢係真嘅，真係愛情啦。愛情。下一集，朱茵為我哋演繹靚人靚景。